过来消息来看，台北市一间公立国小的幼儿园，有家长指控讲，伊5岁囡仔，互老师拖出教室，手骨拢乌青，佮不准囡仔入去教室哦。伊嘛指控讲，向学校反映，学校拢无处理。也毋过学校是强调讲，代志发生的第2天，就要求讲，这老师爱先休困请假哦，无过入去学校咯。即马就爱等下调查的结果，才来决定讲要安怎来处分。他到现在睡觉，他都还会做噩梦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学校，我不喜欢老师。认为囡仔受到不当管教，伤到就唔甘。陈小姐的5岁囡仔是特殊教育学生，读台北市一间公立国小附设幼稚园的特教班。伊讲3月28，老师技师为着要管教囡仔，情绪失控，甲囡仔硬拖去走廊，唔但手骨受伤，更互拐伫气温只有17度的户外。我到学校接的时候，老师也没有先马上告知我说小朋友受伤，是我们已经转头要离开要走路了，老师才把我叫住，支支吾吾的不敢讲。他说，然后我就看到我的孩子为什么从教室走出来，那个脚一拐一拐。落尾陈小姐带囡仔到病院验伤，面、手骨拢有乌青，脚也互烫伤。过程阁互医护人员质疑是家庭暴力。陈小姐讲，互伊阁较生气的是校方的处理态度消极。我一直得不到校方很诚意的道歉。他们一直到了15天，从来校方都没有半个人来家里看过孩子的伤势。校方表示，代志发生了后，就随参老师了解状况，老师也真后悔。第2天就请老师请假，减留1天薪。看校方有积极的，马上做了3项通报，都也进行了。那后续也都在陆续一直在进行调查当中，和学校的辅导室有积极的进行游戏治疗的联系。校方表示，希望囡仔会使回来学校上课，伫囡仔毕业之前，会安排老师留1天薪，也会看调查结果，决定安怎处分。警方表示，估计这礼拜会使完成调查，移送台北地检署。记者郭永水台北报道。